求以小動物作為開始，教育人民對生命嘅尊重，培育愛心同埋憐憫心，以走向文明嘅世界與文明接軌。呢個係我哋今日嘅遊行嘅訴求。所有狗肉麵，回收所有狗肉麵，關閉新聯食品廠，關閉新聯食品廠，嚴懲負責人，嚴懲負責人，關閉全國貓狗屠場，關閉全國貓狗屠場，嚴禁所有狗肉麵，回收所有狗肉麵，關閉新聯食品廠，關閉新聯食品廠，嚴懲負責人，嚴懲負責人，關閉全國貓狗屠場，關閉全國貓狗屠場。我哋嘅訴求信。用狗絲磨粉生產嘅即食麵調味包。喺片中咧可以見到，無論大狗細狗啊，或者係瘋狗，都趕合埋集合埋一齊，俾佢哋亂棍打死，活活咁樣打死喺呢個血泊之中。過程咧係令人殘酷嘅程度咧，令到人哋不寒而栗嘅。見到屠場血跡斑斑，完全唔係我哋中國人類嘅所為。咁呢啲帶住糞便同埋血污嘅病毒嘅狗絲，磨成粉末製成呢個調味包，呢啲可能會帶住無數嘅病毒嘅即食麵，分銷到全國同埋出口。沙士病毒先離開我哋唔係好耐，但係呢啲已經封咗人心肝嘅事，可能又會生產出另一個病毒嘅開始。中國如今各成文科，但係道德卻日衰不止。我哋希望中國人可以站起來，同文明接軌。另外，我哋喺度咧都想提及下，喺4月份咧，哈爾濱政府咧突然間無理下令要殺絕49個品種嘅狗。呢49個品種嘅狗咧係無一幸免嘅。呢一個決定咧，令到舉世咁樣震驚，亦都令到哈爾濱同埋全國嘅市民聯起反對。但係亦都有好多市民驚咗被政府去懲罰。首先咧就將自己嘅狗咧賣俾呢個屠場。哈爾濱政府傷透咗我哋政府同埋人民嘅感情。我哋懇請中國政府為咗我哋同埋下一代，為咗中國嘅未來，今日就開始建設文明社會，放棄實施動物殺戮政策，放下食貓食狗嘅文化包袱，關閉所有嘅貓狗屠場，關閉新聯食品廠，追究有關職員同埋新聯食品廠嘅負責人，訂立動物保護法例，嚴禁以貓狗作為食物，將殘害動物列為刑事嘅罪行。中國要步向世界同埋文明接軌，今日就應該以小動物作為開始，教育人民對生命嘅尊重，培育愛心同埋憐憫心。中國唔應該再係黑心食品企業嘅基地。
係見死不救，我哋先至係算係可以真真正正做一個文明嘅一份子。甘地聖雄曾經講過，佢話一個國家是否文明，視乎佢點樣去對待小動物。貓狗係人類最忠誠、最親愛嘅朋友。我哋希望中國政府能夠俾佢走翻嚟我哋嘅懷抱。關閉新聯食品廠，關閉新聯食品廠，嚴懲負責人，嚴懲負責人，關閉全國貓狗屠場，關閉全國貓狗屠場，嚴禁貓狗作為食物，嚴禁貓狗作為食物。嚟到中聯辦係為咗每年數以萬計死於喺新聯食品廠亂棒打死之下嘅狗狗作出申訴。新聯食品廠以污穢嘅狗屍烹造調味料，製成有病毒嘅即食麵，令到我哋惶恐不安。我哋要求中央關閉新聯食品廠同埋徹查有關嘅官員。我哋要求中央政府關閉所有貓狗屠場，訂立動物保護法，嚴禁以貓狗作為食物，放棄實施動物殺戮政策。我哋強烈要求哈爾濱政府即時停止實施滅絕49個品種、殺戮49種狗嘅政策，希望所有哈爾濱嘅狗狗可以重回所有主人嘅懷抱。我哋可以做嘅嘢，我哋已經去盡力做咗。咁希望中國政府接收到我哋今日嘅訴求嘅信息。咁樣今日辛苦咗大家，我哋可以沿路行翻去解散咁樣。係啦，你行先好，因為如果有傳媒咧訪問咧，都仲可以訪問。佢哋我哋要寄俾佢啊！佢唔肯嚟收，開頭又話收又唔肯收。點會收啊？講嘅係反對嚟送佢㗎，我真係唔信中國。共產黨啊嘛，佢講你就要信，佢唔做你又係要接受。緊要啊，影啊嘛，係啦，唔收啊。你唔係影，我俾我老細幫我大鑊。OK。有邊間記者？而家即刻同分屍啦，拆晒嗰啲嘢啦，好快。中聯辦出爾反爾啦，開始就話願意有人出嚟接信，到 last minute 咧又唔肯接啦。